各位家長、小朋友，大家好！賽龍子弟學校灣景分校同大家送上3月1日新生首次入學面談嘅溫馨提醒。3月1號當日，請大家按面談時間提前15分鐘帶小朋友過嚟參加面談，千祈唔好忘記帶小朋友嘅身份證或教青局面談2維碼呀！教青局面談2維碼可以按照以下方式獲得㗎，記得提早準備好呀！當日到咗學校之後，請先到登記處完成報到手續。報到完之後，可以帶小朋友去等候區稍作休息，等住叫號就得啦。我哋仲設有遊戲區，無論係家長定小朋友都可以放鬆心情，慢慢等，唔使急。其實面談過程好輕鬆簡單㗎，大家唔使緊張，老師都會好溫柔咁引導小朋友。而且當日完成面談之後，小朋友仲可以領取豐富禮物，開開心心嚟，滿載而歸返屋企。我哋好期待3月1號同你同小朋友見面。賽龍子弟學校灣景分校歡迎大家175灣景分校。